最新研究揭示驚人真相，你早起身定遲瞓，原來寫喺基因入面，仲可能決定你健唔健康。一直以嚟，早起鳥同夜貓子之間嘅生活模式孰優孰劣，都係大家爭論不休嘅話題。而家科學似乎揾到啲線索啦。各位觀眾，大家好啊！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根據一項涉及接近70萬人嘅大型研究，科學家發現咗超過300個基因標記，同我哋係屬於早起定晚睡類型有關。研究結果更加指出，習慣早起身嘅人，整體健康狀況似乎普遍較好，而且患上某啲精神困擾，例如抑鬱或者精神分裂嘅風險亦相對較低。泡泡睇到嘅資料顯示，研究人員推測呢個可能係因為早起身嘅人，佢哋嘅生理時鐘更加容易同大自然嘅日夜節律同步，從而令身體機能運作得更順暢。相反，夜貓子就可能因為生理時鐘同自然規律有所偏差，而容易出現一啲健康上嘅負面影響。除此以外，雖然過往一直有講法認為生理時鐘紊亂同肥胖、二型糖尿病有關，但今次呢個大型基因研究就冇發現呢兩種疾病有直接嘅預測關係。呢個結果或者顯示咗，除咗天生嘅生理時鐘之外，我哋嘅生活方式、飲食習慣同埋身處嘅環境，喺影響體重同血糖方面，可能扮演住更加重要嘅角色。泡泡可以肯定，無論你嘅基因傾向係點，培養規律運動、均衡飲食、有效管理壓力等健康生活模式，先至係改善整體健康嘅關鍵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